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好俾心機去做 gym，落街又好勤力去跑步，甚至乎咧控制埋飲食、時間同汗水就付出咗，但係去到最後咧減肥個效果都唔滿意。咁於是咧你又上網揾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去幫自己減肥啦，有試過斷食法啦、生酮飲食啊，甚至乎節食去減肥。咁冇錯，短期內咧的確係瘦咗落嚟嘅。咁但係咧，一食翻嘢就會好快反彈。咁你好想放棄啦，但係又唔忍心自己嘅身材咧係咁走樣。咁於是咧，你就盲目咁加大個運動強度啦，諗住可以快啲瘦落嚟。咁但係咧，去到最後咧，搞到周身骨痛，甚至乎有啲肌肉拉傷添。以上係減肥嘅時候，好多人都會面對嘅問題嚟嘅。其實減肥係需要平衡運動同埋飲食。由於每個人嘅體質都唔同，其他人嘅飲食計劃其實係未必適合你嘅。你有冇為自己計算過每日應該攝取幾多卡路里呢？你而家做緊嘅運動計劃又係咪真係適合自己呢？喺減肥期間，你有冇揀啲啱自己嘅營養補充品呢？你係咪真係知道自己身體需要啲咩呢？其實減肥咧並唔困難，但係需要一個合適嘅飲食同運動計劃。其實只要你肯付出你嘅時間同汗水，我相信每個人都可以做到。我係 Ricky，係 RY Fitness 嘅創辦人。過去10年，我都會定期去到一啲中小企舉辦唔同嘅培訓課程，期間幫助無數嘅學員改善佢哋嘅身體狀況。喺我哋嘅健身課程入邊，我哋可以保證你嘅餐單唔需要再餐餐食西蘭花、雞胸肉，亦都唔需要做一啲好沉悶嘅大量運動。我哋會因應你嘅身體情況，制定一啲個人化嘅訓練計劃俾你，再為你計算每日應該食幾多卡路里，有晒個人化嘅營養餐單俾你去跟。簡簡單單，其實就可以輕鬆瘦落嚟。唔好再浪費時間喺一啲冇效嘅運動計劃入邊，馬上體驗我哋高質素嘅健身教練服務。點擊附近嘅連結，同我哋預約翻20分鐘嘅免費諮詢。我哋可以保證喺通話過程入邊可以帶俾你最大嘅價值。我哋課堂見。